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准总统赖清德5月20日来就任，行政院长叶世哲将做各界关注的焦点。台湾议题研究中心将对着民进党5个大咖来进行着分析，其中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声量上悬，文化部的前部长郑丽君好感度排第一。另外，同款互点名，可能会来入阁，或者是入总统府的潘明安，伫个高铁对着一个女高中生甲拜托，请伊帮忙甲2粒阿嬷所种的芭乐转送予赖清德。潘明安真正做甲到哦，甲这个芭乐送到赖清德的手中，这个女同学是真感动。准总统赖清德捧一盘芭乐笑嗨嗨，不过这盘芭乐真特别，是赖清德竞选总干事潘明安专工为支持者遐炸断来的民主芭乐。潘明安伫 IG 顶悬分享这段高铁顶悬的故事。昨下晡，伊坐高铁当着这个毋捌见过的同学，予伊一张被甲2粒芭乐，讲是阿嬷种的，希望潘明安会当分送1粒予赖清德。2个人最后欢喜翕相做纪念。潘明安嘛遵照约束，将这粒芭乐送到赖清德的手头。最后，这个同学嘛有留名，欢迎潘明安若是有闲，会当到厝内开的册店细细咧。其实这间册店过去蔡英文总统嘛捌去过。老板，你讲这个我们都不好意思。你有电子计算机啊？来，阿波我给你算啊，我来算。赖清德胜选了后，潘明安嘛一直红点名讲可能会入府或者是入阁。除了潘明安以外，包括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、前文化部长郑丽君、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，甲前民进党的主席杜永泰，拢捌红点名讲有希望会当接新任的行政院长。根据台湾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，以2023年归年的声量，郑文灿上悬，不过伫好感度方面，郑丽君以0.86排第一。接下来的立法院开议以后的总质询当中呢，向各位立法委员来详细说明我们所有施政的成果。那其中如果有被误解的地方，我们要努力来澄清。那如果有不足的地方，我们会继续来加强。接任的人选要来讨论，不过无论要交何送，伫新的团队就任进程，也是继续和外界沟通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